曾子威的最後一次深夜廣播，純屬虛構故事全文廣東話版本。曾子威從來都冇諗過，有一日自己會變成城市沉默掙扎嘅象徵人物。佢一直以為名氣係一層保護罩，由一眾影迷嘅歡呼、影帝獎座同多年嚟小心維護嘅中立形象所形成嘅光環。佢喺香港大街小巷都為人熟悉。嗓音溫柔嘅深夜節目主持，浪漫劇入面喊到全城阿媽都心軟嘅男主角。佢係少有無人討厭嘅藝人，學生鍾意佢，的士司機鍾意佢，茶餐廳嘅婆婆都會叫佢多食啲。佢唔講政治，佢唔鬧是非，佢永遠保持住得體嘅笑容，向鏡頭講客氣說話，向贊助商點頭致謝。但佢一直熱愛嘅城市孕育佢，教識佢，捧高佢嘅地方正悄悄咁變化，變到令佢覺得沉默已經唔再係美德。一改變嘅開始。嗰晚天氣又焗又悶，空氣混雜住汽車廢氣同落雨前嘅潮味。曾子威啱啱錄完佢每週嘅深夜節目《午夜之窗》，一個播輕爵士樂配住佢柔和旁白嘅節目，陪住一班夜間人士同瞓唔着覺嘅聽眾。佢打算落地鐵前食碗粥，但轉入洗衣街巷口時，佢聽到一陣唔尋常嘅叫喊聲，唔係街市將收檔嘅嗌交聲，亦唔係旺角麗晚嘅嘈雜，係急尖帶住驚惶嘅叫聲。佢走前一步，就見到幾個中學生企喺馬路邊。佢哋手上只係拎住用紙皮急就出嚟嘅牌，上面嘅字俾濕氣浸到滲開。唔好忘記我哋，守護我哋嘅將來，唔好再驚。學生們站得好密，眼神驚但唔退縮。對面係一排正向前推嘅防暴警員。幾米外，記者嘗試拍片，但不停被要求後退。學生冇掟嘢，冇衝擊，冇粗口。佢哋只係好單純咁企喺度，好似用紙皮牌想阻擋住洪水。但下一秒，警員陣突然向前壓，盾撞地面，警棍揮過空氣，一切嚟得太快。一個大約16歲嘅女學生被撞跌，跪落地上。一個男同學扶佢起身，隨即被幾個警員壓住帶走。曾子威呆住，佢想出聲。但多年嚟訓練出嘅唔好惹事本能，好似一條無形鎖鏈，牢牢綁住佢。短短幾分鐘，學生就被推上警車，地上只餘低破爛嘅紙皮牌。佢企喺路邊，心口嗰團嘢越縮越緊。嗰晚佢完全瞓唔着，個女學生跌落地嘅畫面一片又一片喺腦海重播，甚至入晒夢。2. 第一次突破沉默嘅廣播。1星期之後，佢走入錄音室，製作人照舊俾稿佢，講家庭，講感恩，講城市夜景，溫柔又安全。但佢眼望住第一行字，覺得自己講唔落去。凌晨12:03，佢刪走晒預備稿。今晚，我想講啲唔同嘅嘢。佢嘅聲音係聽眾未聽過嘅顫抖。錄音室外嘅燈一盞盞停下，所有人都望住佢，但冇人阻止。佢開始形容嗰晚見到嘅情況：中學生、紙皮牌、突然推進嘅警員。佢冇講政治，冇挑釁任何人，佢只係講學生眼入面嘅驚，講成年人應該點樣保護下一代。無論你哋係邊個，都請記住，佢哋值得善意。簡單、真誠。但就係呢種真誠，引爆咗成個城市。3. 官方嘅第一封提醒。3日後，一封禮貌得過分嘅電郵送到佢信箱，來自一個叫文化和諧辦公室嘅新部門。內容寫住：大於提醒你在日後發言時保持適當節制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社會誤解。感謝你為維護和諧所作出的努力。和諧呢個字突然變得好陌生，佢望住呢封信好耐。沉默係咪真係中立？沉默係咪變咗縱容？
佢同自己講，唔再刻意講嗰啲事，但如需要講真話，佢唔會退後。嗰刻佢以為自己勇敢，事後回望，大概只係天真。4. 第二次廣播，引火線。又過咗1星期，一班少年因為喺商場唱歌而被拘留。淨係唱歌，曾子威忍唔住。嗰晚佢喺節目講，公共空間嘅溫柔正慢慢消失，成年人不應該害怕孩子的聲音。呢段說話成為第2個引爆點。翌日早上，一條短信送到，大於曾先生，請為接受調查做好準備。嗰一刻，佢知道自己已經踏過咗某條線。5. 拘捕。星期3晚11點之後，佢走過熟悉嘅彌敦道，霓虹反射喺雨水中，好似成個城市都喺微微震。2個穿便服嘅男子行到佢面前。曾子威先生，係，你需要配合調查，涉及擾亂性言論。佢擰住，咩叫擾亂性？對方冷冷一句，今晚就可以係。街上有人認出佢，開始影相直播。有人叫佢只係講善良，有人喊放過佢，但佢都被帶上無標記嘅車。玻璃窗外嘅香港變成水光中扭曲嘅光。喺旺角警署，佢被困喺一間冷冰冰嘅房裏數小時，冇電話，冇資訊，冇解釋。等到凌晨，才有幾個人入嚟質問佢講過嘅說話，佢嘅意圖，佢對社會秩序嘅影響。佢最後只講咗一句，如果講真話都危險，咁我哋嘅城市變得比我想象中更可怕。佢隔日中午獲准保釋，好攰，但仍然站得直。6. 城市嘅回響。佢走出警署時，門外已經塞滿人，有人拎住佢以前電影嘅海報，有人送花，更多係用手機開住直播嘅青少年。見到佢出嚟，群眾一齊喊，曾子威，頂住，我哋撐你。佢深深鞠躬，唔係明星對影迷，而係市民向市民嘅回應。但輿論越大，壓力就越大。贊助商全部秋後，電視台拒絕邀請佢，電台節目《午夜之窗》被暫停。製作人紅住眼講，我哋冇辦法。曾子威一句怨言都冇，佢知道呢啲都係代價。7. 沉默嘅1年。之後1年，佢生活喺無限拉長嘅等待中，案件調查中，但從未有結果，壓力無形同沉重。佢出街時，總覺得有人跟住佢。佢嘗試做網上節目，但第1集已經被下架。但信箱裏仍然有好多來自陌生人嘅信。的士司機寫，你講咗我唔敢講嘅嘢。婆婆寫，蝦仔，唔好怕。小朋友寄嚟佢被畫成超人嘅畫，其中一封最觸動佢，大於嗰晚你見到嘅女學生，就係我。好多嘢我都驚，但知道你睇到，你關心，我就覺得自己唔再咁孤單。佢將封信放入銀包，日日帶住。8. 餘生與餘光。幾年後，案件無聲無息地淡化，佢嘅名字喺報紙上消失，新一代唔再知道佢係邊個，但喺某啲地方，佢仍然存在。講到某啲場面上，有佢嘅黑白剪影。海外學生嘅課堂上，有老師講起佢嘅廣播，有人將佢嘅一句話印成貼紙，貼喺校袋入面。大於同情唔係反抗，係城市最唔應該失去嘅嘢。佢後來搬到海邊細單位，生活樸素，每日寫啲回憶錄。夜晚散步時，海面嘅光好似舊香港倒影落水。佢唔再係明星，但佢仍然係象徵，一種溫柔而脆弱嘅勇氣。有時候，佢會聽到海風，好像聽到遠處有年輕人再次唱歌。佢知道自己曾經見證過一個城市最柔軟嘅部分，而佢亦用自己嘅方式留住咗少少光。